你而家擰轉頭望下你屋企個露台，或者望下你窗邊嗰個晾衫架，你尋晚洗完嗰啲衫褲係咪喺出面吹足一成晚，冷風到而家都仲掛喺度？你試下靜低心嚟回想一下，夜晚黑麻麻嘅時候，幾件衫掛喺窗邊或者露台度，隨風飄來飄去，個形狀似啲咩？喺我哋玄學風水嘅眼中，嗰啲根本就唔係普通嘅衫褲，而係一個個掛喺你屋企門口嘅人形空殼。而家已經踏入咗一年之中，陰氣最重、氣場最波動，亦都係最容易出事嘅農曆7月。好多人日日喺度怨自己最近無端端破財，買親嘅股票都大跌，成日作病睇醫生，甚至乎無啦啦同屋企人嘈大鑊。你以為係大環境唔好，你以為係自己黑仔，其實極大可能係你尋晚晾衫嗰陣，親手將出面四圍蕩緊嘅陰煞之氣透過啲衫褲接晒入屋。我知好多朋友睇到呢度第一反應就係，大師你講得太誇張啦！我晾咗幾十年衫都係，咁都冇見有咩事。我同你講唔係冇事，係時候未到。平時月份陰氣冇咁重，你吸翻入屋嘅雜氣少，自身陽氣夠嘅話，頂多係攰啲、失啲小財、整親整損，你根本唔會聯想到晾衫嗰度。但農曆7月唔同，鬼門大開，地府嘅陰寒之氣同埋世間四維蕩嘅衰氣全部湧出嚟。濃度係平時嘅幾倍甚至10幾倍，呢個時候你仲係夜晚濕衫掛出面，就等於喺洪水泛濫嘅時候，特意喺屋企門口開個大閘放水入屋，唔出事先奇。尤其係住公屋、唐樓同埋熟房嘅朋友，你哋更加要打醒12分精神。點解？因為唐樓同公屋走廊搶單位密，一層10幾戶人，家家戶戶都喺走廊或者細露台晾衫。晚晚幾十件衫掛喺度，隨風飄，成層樓嘅氣場亂到唔可以再亂。你以為呢件衫只係吸你自己門口嘅氣？錯啦，佢會吸成條走廊、成棟樓嘅雜氣。樓下住嘅老人家病氣，隔離屋嗌交嘅怨氣，樓上唔知邊戶嘅衰氣，全部黐晒喺你件衫度。第二日你着上身，等於帶住成棟樓嘅負能量返工。你話運勢點會好？仲有住私人屋苑有大露台嘅朋友，唔好以為自己環境好就冇事，露台越大，夜晚聚嘅陰氣就越多。尤其係露台對住山景、海景或者對住醫院、墳場、殯儀館嘅朋友，你夜晚件濕衫掛喺露台，簡直就係一個定向接收器，專門吸嗰啲地方飄過嚟嘅陰寒之氣。好多人住咗耐咗，覺得自己成日腰酸背痛，夜晚發噩夢，精神唔集中，仲以為係自己年紀大或者工作壓力大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夜晚晾衫惹翻嚟嘅麻煩衫褲，有就有腳，形狀似人。7月氣場混亂，啲四維蕩嘅衰氣、病氣周圍飄，見到有個人形物體喺度飄下飄下，自然就會依附上去。呢個係風水入面最基本嘅呼形喝象，道理唔係我亂講嘅。好多人一聽到農曆7月就嚇到心慌慌，覺得夜晚唔好出街做生意會破財，成個月提心吊膽。我今日好嚴肅、好認真咁話俾你知，你哋淨係知其一不知其二。農曆7月陰氣重係鐵一般嘅事實，但係喺我哋正統玄學秘術入面有句說話叫做陰極必生陽，大煞伴大財。特別係農曆7月，其實係一個極端氣場大洗牌嘅黃金時機。你只要做啱規矩，避開死忌，你唔單止唔會行衰運，仲可以將呢啲強大嘅陰氣轉化為催旺你自己嘅橫財。但係大前提係你必須知道自己做緊啲咩。點解我哋話大煞伴大財？因為風水入面氣就係能量，能量本身冇絕對嘅好同壞，睇你識唔識轉化。就好似洪水，你唔識擋佢就沖毀你屋企，你識得起水壩建水電站，佢就可以幫你發電灌溉，變成造福你嘅力量。農曆7月嘅陰氣都係一樣，佢係一股極其強大嘅氣場能量。普通人唔識避，就會被佢影響病痛破財，但識得運用嘅人就可以借呢股強大嘅氣，將自己嘅財運、事業運推上一個台階。我有個做建材生意嘅老友，前幾年都係怕農曆7月成個月唔敢接大工程，話怕觸霉頭。後來我教咗佢幾招化煞催財嘅方法，其中就包括晾衫嘅規矩。結果嗰年農曆7月，佢反而接咗幾個大單子，賺嘅錢比平時2個月仲多。佢自己都話以前以為7月要守，原來識得做嘅話，7月先係揾大錢嘅時機。所以今日我教你哋嘅唔單止係避禍，更加係借勢揾錢。
呢啲嘢外邊嘅大師唔會隨便講俾你聽。好多打工仔會同我講，大師你好唔貼地，香港地大家揾食咁艱難，日日早出晚歸，有時要輪更，有時 OT 到8、9點先返到屋企洗衫。如果夜晚唔晾衫出露台，嗰啲衫點會乾？難道農曆7月成個月都唔洗衫咩？我非常明白大家嘅難處。大師今日出呢條片絕對唔係叫你成個月唔好洗衫，風水係死嘅，人係生嘅。我今日會徹底踢爆農曆7月晾衫嘅風水死穴，只要你避開我點名嘅3種極兇顏色，再配合我獨家教你嘅化陰吸金晾衫嗰陣，你唔單止夜晚可以照晾衫，仲可以將夜晚嘅氣流轉化為滾滾財氣，關係到你全家下半年嘅財運同健康。你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化陰為財，百毒不侵，幫你自己同間屋加個強大嘅防護罩。我哋馬上為你詳細拆解。首先，我哋要從玄學嘅底層邏輯去搞清楚，點解農曆7月夜晚晾衫會變成破財海綿？風水講求藏風聚氣，洗完嘅衫充滿住水分，所以五行入面係極陰嘅元素。農曆7月入黑之後，太陽落山，地底嘅陰寒之氣就會開始上升，水最容易吸附陰氣。你件衫濕淋淋咁掛喺出面，就好似一塊超級巨大嘅海綿，瘋狂咁吸收緊周圍嘅負能量同埋四維盪嘅衰氣。加上衫褲有袖有腳，形狀似人，7月鬼門大開，氣場極度混亂，啲衰氣同病氣周圍飄，見到有個人形物體喺度飄下飄下，自然就會依附上去。你第二朝起身，懵下懵下，將啲衫收翻入屋，仲要直接着上身翻工，就等於將最濃烈嘅霉運直接着上身。財神爺最從意乾淨光猛嘅陽氣，見到你成身都係晦氣，點會埋你身？你連財神都趕走咗，點會唔破財？雖然話夜晚晾衫有風險，但只要你避開以下3種顏色，傷害就可以減到最低。第一種打死都唔可以喺農曆7月夜晚晾過夜嘅，就係純白色嘅衫褲，特別係連身裙長恤衫或者大件嘅白毛巾。白色喺五行屬金，但喺夜晚嘅極陰環境下，白色會反光，會將極寒嘅氣場無限放大。夜晚黑麻麻一塊白色嘢喺露台度飄，你試下喺條街望上去個畫面似咩？喺風水意象入面，呢個叫做招魂幡白色，本來就帶住嗰種冷清同唔吉利嘅意思。傳統上喪事先至會大量用白色。你喺7月夜晚掛白衫出面，就等於喺度大聲呼喚周圍嘅衰氣過嚟集合。我同你講，尤其係長款嘅白色連衣裙、白色浴袍同埋大大塊嘅白浴巾，呢3樣嘢係最兇嘅，因為佢哋長度夠面積大，形狀又最似人形，夜晚風一吹擺嚟擺去，靈界睇到就以為係同類，自然就會依附過嚟。好多女仔曾意着白色連衣裙，覺得乾淨斯文，夜晚洗完就掛出露台，結果第2日着返工，成日都頭暈眼花，仲無端端被上司鬧，自己都唔知咩事。其實就係件白衫吸咗陰氣，壓咗你自身嘅陽氣。仲有小朋友嘅白色校服，好多家長夜晚洗完就掛出面，第2日俾小朋友着返學。小朋友本身陽氣就比大人弱，尤其是10歲以下嘅細路，對陰寒之氣特別敏感，着咗吸滿陰氣嘅白校服返學，輕則成日唔精神，上課瞓覺成績退步，重則容易喊驚，夜晚發噩夢，甚至無端端發燒嚇。好多家長以為小朋友係貪玩或者抵抗力差，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晾衫唔注意惹出嚟嘅問題。當你第2日將吸滿陰氣嘅白衫着上身，你自身嘅陽氣就會被瞬間壓低。老人家着咗極容易引發骨痛、關節發炎或者傷風感冒斷唔到尾，病一直唔斷尾。後生仔着咗就會精神萎靡，返工無精神，做嘢頻頻出錯，判斷能力直情跌晒。健康一出問題，你就要使大筆冤枉錢去睇醫生食藥。如果因為精神唔好搞到做錯重要決定，甚至會面臨解工或者生意失敗。呢個就係最典型嘅因陰招病，因病破財。我之前有個熟客喺中環做金融嘅，平時好從意着白恤衫返工，覺得專業得體。有一年農曆7月，佢日日夜晚洗完白恤衫就掛出窗外，話夜晚風大乾得快，第2日着起身爽。結果嗰個月佢無端端大病一場，入咗醫院住咗成個禮拜，肺炎吊針，花咗幾萬蚊醫藥費。出院之後仲發現自己跟進緊嘅幾個大客全部被對手搶走咗，季度業績直接包尾，年終獎都冇埋，損失慘重。後來佢嚟找我睇風水，
我一入佢屋企就見到露台掛住幾件白恤衫，一問就知問題出喺邊度。所以純白色嘅衣物7月夜晚絕對係禁忌中嘅禁忌，寧願留返朝早洗，都唔好夜晚晾。第二種千萬唔可以放過夜嘅顏色，可能會顛覆好多人嘅認知，就係大紅色或者鮮橙色。好多人有一種根深蒂固嘅誤解，以為紅色辟邪，特登喺農曆7月掛件紅衫出露台，以為可以擋煞。我今日嚴厲咁話俾你知，大錯特錯。紅色喺日頭有太陽照射嘅時候，的確係純陽之火，可以旺氣。但係一去到農曆7月嘅子夜陰氣極重嘅時候，紅色就會發生質變，變成極陰之火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就好似蠟燭喺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睇到嘅係火焰嘅光同熱，但喺漆黑一片嘅荒郊野外，一支蠟燭嘅光唔單止照唔亮幾遠，仲會吸引周圍嘅蚊蟲同埋你唔想見到嘅嘢過嚟。農曆7月夜晚嘅紅色衫就係黑暗入面嘅一支蠟燭，而且係特別大支嗰種。你想象一下，黑夜入面掛住一件大紅衫，就好似以前啲古裝片入面黑夜中掛住一個紅燈籠咁。呢個喺靈界同埋風水氣場入面係最惹眼、最招搖、最惹煞嘅信號。陰火入體會引發咩後果？陰火唔會令你生病，但會直接燒壞你嘅神經同埋理智。着咗夜晚晾乾嘅紅衫，你會發現自己嘅脾氣變得極度暴躁，肝火極盛，少少事就想同人嘈大鑊，但又好似有一股邪火谷住喺心入面發洩唔出。我有個做客服嘅女粉絲，之前同我講話自己平時脾氣好好，做客服幾年都好少同客人嗌交，但係有年農曆7月佢無端端成日發火，一日同3個客人爭執，仲同主管嘈咗一架，差點被炒魷魚。佢自己都覺得奇怪，點解控制唔住自己嘅情緒？後來我問佢係咪夜晚晾咗紅色嘅衫，佢話係啊，新買咗件紅色睡衣，覺得紅色辟邪，晚晚洗完就掛出露台吹。我同佢講就係呢件紅睡衣搞個鬼陰，火入身你情緒點會穩定？呢種情緒失控係破大財嘅終極導火線，你極容易因為控制唔住自己嘅嘴巴，喺公司同上司反台，得罪最重要嘅大客，親手打爛自己個飯碗，又或者喺大腦發熱嘅情況下盲目跟風買錯極高風險嘅股票，聽信神棍嘅投資騙局，一鋪清袋。仲有開車嘅朋友要特別注意，紅色衫夜晚晾過夜，着咗開車特別容易出事。紅色本身代表血陰火加身，仲極容易引發血光之災。揸車嘅時候心浮氣躁，容易惱怒，見人插線就想懟上去，一唔小心就發生交通意外，賠錢不特止，仲要受皮肉之苦。每年農曆7月交通意外都特別多，好多人都唔知同自己屋企夜晚晾嘅紅衫都有幾分關係。紅色衫夜晚晾出面，簡直就係一顆定時炸彈，隨時將你下半年嘅財富炸到灰飛煙滅。除咗大紅色、鮮橙色、桃紅色、深粉紅色都要注意，呢啲顏色都屬火，夜晚晾都容易招陰火，只係程度比大紅色輕啲，但都唔建議過夜。如果真係冇辦法要夜晚晾，一定要用我後面教嘅方法化解，千祈唔好大意。第3種死亡禁色，亦都係香港人平時着得最多、最容易中招嘅顏色，就係深黑色。黑色喺5行入面屬水，本身就係一種極度吸納心髓嘅顏色。日頭着黑色可以顯得穩重，但係夜晚晾黑色衫，就等於喺你屋企露台掛咗一個微型黑洞。夜晚嘅黑色衫會將走廊、窗外甚至整棟大廈四圍檔嘅污糟邋遢、衰氣霉運、小人怨氣，全部瘋狂吸入布眼入面。點解話香港人最容易中招？因為香港返工制服好多都係黑色西裝、西褲、服務員嘅制服，甚至好多學生嘅校服都係黑色。大家每日返工着完，夜晚洗完就掛出露台，習以為常，根本唔知自己日日都喺度吸衰氣入屋。尤其係黑色嘅西裝外套、黑色長風衣，面積大、布料厚，吸起衰氣嚟比其他顏色厲害幾倍。你將吸滿衰氣嘅黑衫着上身，喺商學上就叫做黑雲壓頂，印堂發黑。你試下諗下，一個人如果印堂發黑、面色暗沉，佢嘅氣場會變成點貴人？見到你都會覺得你成身黑氣，兜路走都嚟唔切。而小人見到你就覺得你好欺負，專門將啲豬頭骨推俾你做。我有個做銷售嘅朋友，以前業績好好，年年都係銷冠。有一年農曆7月，佢突然之間運氣差到爆，見10個客9個唔成。
仲有一個仲要投訴佢，公司裏面嘅同事又處處針對佢，搶佢客戶，打佢小報告，佢自己都覺得好委屈，唔知自己做錯咗咩。後來我去佢屋企，一入門口就見到玄關嗰度掛住幾件黑色西裝，佢話夜晚洗完晾露台，第二日朝早先收翻入嚟。我同佢講，就係呢幾件黑西裝將你嘅貴人運全部吸走晒，仲招埋小人。着住呢啲黑衫，你下半年嘅事業直情停喺度唔喐，想加人工想升職諗都唔好諗。做生意嘅朋友會發現啲客突然之間全部流失，本來傾好嘅合作無端端告吹。黑色衫夜晚過夜係最容易令你陷入長期低谷財氣不聚嘅隱形殺手。仲有黑色嘅內衣褲都要特別注意，內衣褲貼身吸咗衰氣，直接貼住你嘅皮膚，影響更加直接。好多人夜晚洗完內衣褲就掛出露台，覺得反正入邊睇唔到。我同你講，越貼身嘅嘢影響越大，所以黑色內衣褲7月夜晚千祈唔好晾出面過夜。講到呢度，我相信好多打工仔一定會好心急咁問，大師，我真係日日要 OT 到8、9點先翻屋企洗衫，我啲制服又真係有黑有白，唔通啲衫揼咗佢唔要咩？難道我下半年注定要破財？大家定啲嚟，深呼吸，風水從來都唔係死胡同。我點出問題就一定會俾解決方案。我一開頭就講過，只要你做啱規矩，唔單止唔會惹煞，仲可以將晚上嘅氣流化為財氣。大師而家就教大家一招蘇派秘傳嘅通關化陰吸金嗰陣，幫你徹底解決夜晚晾衫嘅死局。呢個就唔使你買貴價風水物，唔使你搞到屋企立立亂，全部都係屋企隨手揾到嘅嘢。簡單到不得了，但效果非常顯著。只要你做啱以下3個步驟，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夜晚晾衫，唔單止唔會惹陰煞，仲可以夜夜吸財，越晾越有。第一步叫做純陽鎮煞。既然夜晚陰氣重，我哋就要人為咁製造陽氣，喺你晾衫嘅露台或者晾衫架附近嘅窗邊，夜晚一定要長開一盞暖黃色嘅小夜燈，或者拉一條黃色嘅防水燈帶。記住一定要係暖黃色，唔可以係白光燈，更加唔可以係5顏6色嘅彩燈。點解一定要暖黃色？黃色喺五行屬土，暖光屬火，火生土土，又能穩氣場。火土相生之下，就會形成一股純陽嘅能量場。你用一盞純陽之光照住啲衫，就等於喺晾衫架周圍佈置咗一個結界啲陰氣同衰氣。一見到純陽嘅黃光，即刻被鎮壓消散，根本埋唔到啲衫身。呢度有幾個細節要注意，好多人做錯咗，所以冇效果。第一，燈嘅位置一定要掛喺晾衫架嘅上方或者側上方，要照到所有晾住嘅衫，唔好放喺衫嘅下邊，或者被衫擋住咗光。第二，瓦數唔使太大，5瓦到10瓦就夠啦。太光嘅話會影響瞓覺，而且陽氣太盛反而會散財柔和嘅暖黃光先啱。第三，一定要成晚開住。由天黑開到第二日朝早收衫先好關，唔好開一陣就關，你一關燈結界就破咗陰氣，又會翻嚟。有朋友會問，大師，我屋企露台冇插頭點算？你可以買嗰種充電式嘅暖黃小夜燈，充一次電可以用成晚一樣得。最緊要係光嘅顏色同埋持續亮住，形式唔重要。如果係住宿房連露台都冇嘅朋友，晾衫架放喺窗邊，你就將小夜燈放喺晾衫架旁邊，一樣有效。第二步亦都係最關鍵嘅吸金秘訣，叫做銅錢吸金嗰陣，你去揾幾個1蚊銀仔，或者如果你有開過光嘅5帝錢就更好。喺晾衫竹或者衣架嘅左右兩端各用一個萬字夾或者繩，將銀仔或者5帝錢固定喺上面。金屬銀仔帶有極強嘅正財磁場，而且五行屬金，微風一吹，銀仔嘅金氣會過濾吹過嚟嘅陰風。喺黃光同銀仔嘅雙重作用下，原本冰冷嘅陰氣會被轉化為清靜嘅氣流，再化作財氣包圍住你晾緊嘅衫。呢個時候，你晾嘅已經唔係普通嘅衫，而係吸滿財氣嘅黃金戰衣。呢一步嘅細節更加多，做錯咗就只可以化煞，吸唔到財。首先，銀仔嘅數量左右兩端各放一個就夠，唔好放太多。太多金氣太盛反而會克身。如果係長嘅晾衫竹，可以中間再加一個，一共3個取三財之意，效果更好。第二，擺放嘅方向，銀仔嘅正面有公仔嗰一面要向外，背面朝屋企向外就係吸外邊嘅財氣入嚟，向你就會將屋企嘅財氣送出去，千祈唔好擺反。
第三，固定嘅時候唔好用紅色嘅繩或者紅色嘅萬字夾，用銀色、金色或者透明嘅就好。紅色夜晚會招陰火，反而壞事。有朋友問用1蚊銀仔得唔得？梗係得啦！香港嘅1蚊銀仔係金屬做嘅，本身就有金氣，而且係流通貨幣，帶有萬千人嘅陽氣同財氣，效果非常好。當然，如果你有真正開過光嘅五帝錢，效果會更加好。但係普通人家用1蚊銀仔就足夠啦，唔使特意去買貴價嘅風水用品，有心就得。仲有一個進階版嘅小技巧，如果你想催偏財、催橫財，可以喺銀仔下邊壓一張少少嘅紅紙，紅紙上邊用黑筆寫個財字，記住要細張，唔好太大，唔好俾雨淋到。呢個叫做金火生財法，配合暖黃燈同銀仔，催財效果會翻倍。但係呢個方法唔適合脾氣本來就好暴躁嘅人，因為火太盛會加重肝火。大家根據自己情況嚟。第三步，去衰刑旺嘅收衫儀式。第二朝起身，當你要收衫入屋嗰陣，千萬唔好就咁一疊抱入去，你一定要逐件衫攞落嚟，用雙手狠狠咁拍三下啲衫，一邊拍口中一邊默讀去衰刑旺財神入屋拍衫。呢個動作喺玄學上係一個極具威力嘅淨化儀式啦，可以將最後一絲殘留嘅雜氣同濕氣徹底拍走。好多人覺得呢步好麻煩，或者覺得不好意思，其實呢步先至最關鍵。前邊2步係幫你擋煞同轉氣，但係始終有少少雜氣會黐喺衫嘅表面，你拍3下就等於將啲雜氣全部拍走，剩翻低嘅就係乾淨嘅財氣。你着上呢件經過火光照耀、銀仔加持再拍走雜氣嘅衫，出門口你成個人嘅氣場會變得極度強大，自信心爆棚。財神爺見你氣場咁乾淨透亮，自然會追住入你屋企派錢收衫嘅時間都有講究。最好係日出之後早上7點到9點之間收，呢個時候太陽已經出嚟，陽氣開始旺盛，收衫最適宜。千祈唔好天蒙光仲未光嗰陣收，呢個時候係陰陽交替，陰氣仲好重，收衫等於將陰氣帶翻入屋。如果真係要早起身翻工，6點幾就要收衫，咁你收之前一定要先開廳嘅大燈，等屋企陽氣起咗身先好收。千祈唔好摸黑收衫。仲有收翻嚟嘅衫唔好即刻擺入衣櫃，最好放喺廳度通風一陣，等佢完全吸收咗屋企嘅陽氣先再擺入櫃。尤其係內衣褲同小朋友嘅衫更加要注意。講到呢度仲有幾個大家成日問嘅問題，我今日一次性同大家講清楚，唔好再做錯。第一個問題，大師夜晚晾衫，晾喺屋企入邊嘅晾衫架得唔得？唔晾出露台。我同你講，晾喺屋企入邊比晾出露台好好多，但都有問題，因為濕衫帶水，水屬陰，就算喺屋企夜晚都會聚陰。但係因為屋企有燈光，有人氣，陰氣冇咁重。如果真係唔想晾出面，晾屋企入邊都得，但最好都係開翻盞暖黃燈喺旁邊，效果會更好。當然能夠用我教嘅嗰陣晾出面都唔怕，仲可以吸財。第二個問題，大師乾咗嘅衫掛喺露台過夜得唔得？乾咗嘅衫因為冇水分，吸陰氣嘅能力會弱好多，但係都唔建議長期掛喺出面過夜。尤其係白紅黑呢3種顏色乾咗掛喺度，夜晚飄嚟飄去都容易招陰，最好夜晚收翻入屋，第2日要着再掛出去曬。第三個問題，大師洗衣機脫水咗先晾，係咪就冇咁多陰氣？脫水可以減少水分，確實會降低吸陰氣嘅程度，但唔等於完全冇，因為布料入邊始終有濕氣，而且衫嘅形狀仲喺度，一樣會吸引胃氣依附。所以就算脫水咗都唔可以大意，該做嘅化解步驟仲係要做。有乾衣機嘅朋友當然最好直接用乾衣機烘乾，完全唔使晾出面就最穩陣。第4個問題，大師，內衣褲夜晚晾要注意啲咩？內衣褲因為貼身又屬於私人物品，陰氣附上嘅影響比外衣更大。農曆7月夜晚，內衣褲最好唔好晾出露台，晾喺屋企裏面通風嘅地方，再加盞暖黃燈就最好。如果一定要晾出面，除咗跟足3步法收衫嘅時候，一定要多拍2下，確保雜氣完全拍走。各位朋友，風水其實就係教我哋點樣順應天時地利，保護好自己同家人。農曆7月一啲都唔可怕，最可怕嘅係無知同固執，明知有避忌都硬係要去踩雷。只要你心存敬畏，做啱規矩，懂得借力打力，下半年嘅橫財大運一定有你份。我成日同大家講，
風水唔係有錢人先玩得起嘅奢侈品，而係普通人都可以用嘅生活智慧。唔使你花大價錢買風水擺件，唔使你大裝大修改屋企，只需要喺生活細節度稍為調整一下就可以避禍招福。就好似晾衫咁簡單嘅事，識得做就係吸財，唔識做就係招禍。分別就喺你知唔知當中嘅道理。我強烈懇求你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千萬唔好自己一個人收埋，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分享按鈕，將呢條影片轉發去你嘅家族通訊群組，或者親手發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、父母同埋仔女。睇好多老人家或者打工仔根本唔知道夜晚晾衫有咁多學問，隨時因為晾錯一件衫，搞到全家人無端端病痛連連，財運大跌。你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，話俾佢哋知7月夜晚晾衫千萬要避開呢3隻色，教佢哋掛個銀仔，開盞夜燈，你幫屋企人擋住陰煞，保住佢哋嘅財運同健康。呢種無私嘅積福舉動就係真正嘅大愛，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，將無限嘅福報同橫財賜俾你全家，令你哋世世代代都平安順遂，功德無量。我見過好多人自己睇咗風水片，學到嘢就收收埋埋，唔肯講俾屋企人聽，怕人哋揾着數。其實風水入面分享智慧先係最大嘅積福。你幫一個人避禍就積1份福，你幫10個人避禍就積10份福。福報夠咗，財運自然就會嚟，呢個就係因果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風水玄機真係一語驚醒，夢中人夾出嘅化陰吸金陣真係簡單實用，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智慧嘅大家庭。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節氣轉換，或者有更多保命催財嘅玄學大招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，保證你喺未來嘅日子裏面行少好多冤枉路，步步高升，財源廣進。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影片嘅朋友，用最感恩、最渴望改變現狀嘅心，喺評論區打出化陰為財，全家暴富呢8個大字。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強烈祈願，亦都係你淨使啟動化煞吸金磁場嘅第一步。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，將最強大、最純正嘅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。記住打出呢8個字，唔係形式，而係你內心嘅信念。你信先會靈，你做先會有。今日學完呢招，今晚返屋企就試下堅持1個月，你睇下自己嘅財運同身體係咪會有變化。祝願大家農曆7月平平安安，大吉大利，下半年橫財就手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健康長壽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風水天機。祝大家發大財，下次見。